遮尔久来将我放袂记啊是？哼，原来是师兄。这也无怪。你即马心肝内只有无连一个人，敢嘛佫会记得有我这个师兄？哎，师兄，是你家己甲伊相亲的，你就是你甲责任撒在我身上，就应减轻你内心的自责啊是？小青是已经死了，但是我相信我佫会甲伊见面。你想要甲伊见面？你毋但袂记咱两个人的任务，是要帮助无连找到地过入口，咱嘛通好借机会，将咱魔界800万人救出。你师兄的计划，我当然嘛会记，所以我即阵毋知替无人去疗伤。那安尼就好。不过，我还是爱提醒你，千万唔通愈掠愈深。你唔通袂记，无然是附加的罗汉。哎，我的代志免你管啦。我知影我即马讲啥你拢听袂落去，不过我是希望你当好好想个详细。你别讲伊。我伫花园医院回想的生活，即马拄好一个，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我要趁即马来试看卖小的本领。小等下。师兄，你敢真是遐尼介意迄个小青？我即马敢希望无然，会当紧找到地府入口，我通缀来地府见一面。我当然是魔界收罗王的地主，敢讲我会为情所困，我会去爱着无咧？恁两个哦，拢是笨桶啦！小姐，你莫生气啦，是讲哦，迄个笑声哦，好像甲电话哦，甲我讲手去登记迄个查某呢。啊无哦，迄布地我哪有可能愈拖愈重，愈歹愈重，你知影毋知影？这代志做无好吼，理由总是较济啦。无啦，小姐，虽然讲迄个花生我无干，啊，毋过哦，伊嘛有食过猪五红啊。再讲，伊虽然无过野兽食去，我看伊若无在活啦。好啦，三郎，啊，你咧？我着跟踪迄个师傅吼，去到山神庙啦。啊，果然发现金册批的内底，听候我要落手的时阵，金册煞总啊失踪去啦。好啦好啦，我袂听你对这黑白讲啦，代志无办好，理由是规大拖。代志到这哦，迄个查某一定爱死。夫人啊，我看吼，金册可能已经想开啊啦。啊，伊若已经离开，就拢无代志啊。你安尼想是真对啦。啊，另怎你才搁去找伊对无？无喏，我免哪会敢有这款非分之想啦。对，人唔好想贪了。爹，你转来啊？你转来啦！啊，你这个安查某囝，你都甲我讲，你个餐桌还未去收，我今日专工走一抓去，讲你早就叫人去收，互恁阿爹咧加行一抓了。阿爹，我记唔着啦，歹势啦。我叫春梅啊吼，摕鸡汤互你啉好无？免啦，后摆唔好安尼哦。阿伯哦，阿伯你叫三郎去就好啊。啊，伊是你的囝婿啊，有啥物代志哦，你叫伊去做就好啊。话虽然是安尼讲，人伫咧讲知人知面，也都不知心嘛。阿爹，你哪讲这种话啦？我是讲做人哦，都爱规规矩矩，都唔好去想贪。是啦，家父的架势吼，三郎唔敢放袂记的。对啦，安尼唔知是好我的好家婿啊。阿爹，你巴肚枵啊，我叫春梅去传好无？免啦，晓啊！我要出去，袂记甲木莲师傅讲一下，那我即摆来甲伊请罪一下。阿爹啊，迄无莲师傅吼，伊离开家呢。离开家？对啦，老爷，小姐甲姑爷吼，都叫我们甲留来等老爷你转来。啊，毋过伊都唔肯咧。实在真无彩啦！像我安查某囝，你都喺厝内工课遮尔无用，我找一个查某囝要来甲你斗三工呢。阿爹，你毋是甲阮讲，啥物都要较勤俭咧？啊，你即马搁找一个人来斗三工？这查某囝仔真乖巧，佫伶俐，佫听话，温顺呢。唔相信我叫伊入来，互你看，你都看了会介意哈。王姑娘啊，你来一个哦，嘿，那一个俩。
呀，你小等，来我卡找你。阿姑，无莲，真是你，无莲，你哪来车呢？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是阿姑应该受罪的所在。受罪所在？什么？阿姑，你看那拢老伙，啊，你今仔遮济，来，你坐咧，来，你看咧，我会互你穿，你穿我会，去来，安尼较袂疼吼，安尼袂疼。天哪！等下！那个亲像浮过铁共款，疼啊，足疼！哪变安尼呢？无用总讲一句，我在生的时就是唔捌想。若毋是因为我，恁阿娘今仔也免踮这地下咧受尽拖磨啦。无用。对啊，阿姑，阮奶奶伫倒位？你甲我讲，我要找阮奶娘。恁阿娘，我拄几下遍啦，而且嘛有看到小青。小青嘛伫咧遮哦。是啊，可怜的小青，即摆被困在爱情海，受尽拖磨。因为伊无法度解脱着伊情关上的心结。爱情海，我会记的。等我甲阮奶娘救回来了后，我一定来去爱情海找伊。阿姑，你甲我讲，阮奶娘咧倒位？我要去倒位才会当找着阮奶娘？恁阿娘即马被困在这个恶鬼国，恶鬼国就为车直入去，了拄到一个小山轮了，搬过就到位啊。阿姑，你放心，等我甲阮奶娘救倒回来了后，我会真紧就随来救你。公欣，你要救阿姑，迄免哪有可能啦？你莫想遐济，莫管我，你家己保重较要紧吼。阿姑，巴肚作枵，巴肚作枵，我真猜袂了。哎呦，阿姑，你创啥物？阿姑，迄是兔呢？你哪里食兔？阿姑，你哪里食兔咧？阿姑，你看嘛，这4号人都无啥物件，阿姑几啊天无啥物件，也有讲什么死，兔嘛就爱死，啊无要食啥咧？阿娘，阿娘，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阿娘，阿娘，无莲，阿娘，今仔日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救你离开这。无莲，哎呦，你哪遐戆啦？你明知影阿娘无法度离开这个所在，你现在硬要叫阿娘离开。阿娘，迄经内面有讲，只要我若有诚心，迄经就会发出无限的威力，伊就会帮助咱冲出这个阴阳界啊！真是有这个代志。阿娘，我有诚心，
我嘛有信心，我一定要试看卖。哎呀，这就是迄间。爷，你摕好势。无咧，你看，阿娘，迄间果然发光显亮啊！等下用离开这。阿娘，迄间摕落，对我行。阿娘，你看，咱已经冲出阴阳界啊！等下伫遐还干啊！这摆我真是甲你救出来啊！阿娘，我甲你爱，来，我爱你转下去咱家，吼。这回收那爱一个小人骨头。紧走！阿娘，无咧兄，小青啊，我哪来伫遮咧？你哦还搁讲，你是钓着小芳的毒，若毋是我救你哦，你早就去阴曹地府报道啊。地府？对啦，我去过地府，我看到阮阿娘，嘛有看到阿舅。阿舅佮讲小青嘛伫遐，毋过你明明伫遮，阿舅哪安尼讲的？无咧兄，你到底是在讲啥物啦？我是讲我捌去过地家，我时常去啊，看到阮阿娘，嘛看到阿舅。也毋过一摆，代志好亲像拢敢若真的咧，拢伫咧我面头前，看起来拢敢若是真实的。阮阿娘真正伫遐咧受苦，真实的。哎哟，无咧兄，你莫搁再安尼黑白乱想啊啦！人我拄则搁足关心你的，想要到。你安尼紧就清醒起来，行，咱来石家庄一转。你要去石家庄创啥物？替你报仇啊！我嘛要让迄个二查某知影朱武红的厉害。无喏，咱毋着先来去找幼园师傅。啥物啊？你要找幼园师傅？我要来问伊，我有真侪代志拢足想袂晓的，敢若师傅，伊才会用甲我解说。杨哥。哎呦！小青，搁再讲，金车姑娘嘛伫遐等我，要转去甲伊讲石家庄的代志啊。咱莫插因的代志啊！无咧啊，无咧啊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连皮蛋。咱都真有缘吼啊！拖这个石家庄来去小拄着。我今仔日就是专工来看卖你幼园师傅最近过了好。袂歹啦，袂歹啦。是讲吼，你人莫来烦我吼，我过得会搁较快乐了。幼园师傅，你讲安尼就伤过客气。不过我今日专工来烦你。啊？
你专工要来烦我？哎呦，我看你安尼突然间伫遮出现哦，我就知影讲哦，今仔日这个日子歹过啊，歹过啊啦。还是讲我甲你田无够水无流，你是找我要创啥啦？那你今年的面头前，你就无需要搁假。我今日专工来看卖，你是毋是我要等你迄个？啊，你咧讲啥？我听拢无饱久了。听无？哼！无连那是无见人尊者来投胎转世，那安尼，你一定嘛是覆盖18罗汉之一。18罗汉？哎呦，你总爱甲我滚笑的了哈！我这个型安尼，哪有成18罗汉啦？歹势，我还有代志，我要先来走，走对去。嘿，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失陪。我就从你都系金铁逼出。咱车拄啊好啊，你伫遮啊？师傅，阮拄要去找你，啊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小静啊，你毋是有武功，今日甲我解救啦。哦，哎，林太太，我实在想袂到你会嫁到遮来，你即阵要想清楚哦。阮是有3个人哦，你敢有法度一个人甲阮3个人拍死？啊，这天下人行天下路，我不过是经过遮，想袂到来甲有缘师傅发生误会。哎，什么叫误会？哎，你莫听我白讲，伊明明就是要害我。明公主，既然若是误会，大家甲话讲清楚就好啊嘛。师傅，明公主既然无啥物恶意，你免惊啦。哎，什么都唔免惊，迄即摆咱人做移动，嘛讲安尼，迄人家若搁拄着我，伊唔知要甲我安怎咧。哎呀，放心啦，有我小青弟哦，伊袂对你安怎啦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有缘师傅，就亲像你所讲，只要咱若是有缘，就过会见面。过时。哎，小青啊，你本来唔是上讨厌这个命题的，你哪遮尔简单就放伊走咧？是啊，我本来就讨厌伊啊。哎，足奇怪呢，安尼做家人，毋是讲做人就要自卑为怀，无啊？你即阵的意思是叫我抬心？师傅啊，莫阁讲这个啦，我会记得你毋是甲金车姑娘斗阵去咧，啊伊人呢？哎，金车姑娘失踪去啊啦！我咧想，一定甲我同款的，在担心你的安全啦。啊，家己一个人走来这赵家庄，啊，我嘛是袂放心哦。底尾啊，我就约来啊咧，啊，我哪会去对着明体达？你是讲金车伊即阵人去赵家庄？我嘛唔知影，我嘛是急到要死。万一哦，金车姑娘若是想袂开哦，我真是就变罪人哦。哎呦，哎呀啦！金车找你遮来啊啦！这明明是恁阿爹的规矩。小姐，你也有恁想办法啊若无，老兄仔转来哦，咱有凄惨啊啦！这唔遮简单，既然你拢叫阮阿爹，安尼叫阮阿爹莫插这个代志，安尼唔就无代志啊？好哇！啊，恁阿爹会甲带转来遮，明明就是要来对付咱的，你要讲甲安尼轻松哦？我自认我的道理，若是会当互阮阿爹困咧3暝3工，安尼不但会化解这场的危机，嘛会使将这个责任甩给王金车啊！王金车。小姐，我唔管你来遮是安怎想的啦。既然阮阿爹叫你踮遮阮遮做工课，你是袂使面大，你知无？我知，知就好。即摆是阮阿爹啉茶的时阵，你搁徛伫遮创啥？啊，快去！我马上去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爱，怎会变成予伤的
的伤害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别人问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。